呢度呢，就係我喺福岡扭嘅扭蛋啦，開咗呢3球先，因為佢哋呢係一組嚟嘅。咁呢款扭蛋係咩嚟嘅呢？就係呢款茶包系列啦。好可惜啊，扭咗3球，有1球係重複咗啊。不過呢，呢款扭蛋係做得好細緻嘅，同出邊真實嘅係一模一樣噶。再開呢，呢度一組嚟嘅，我扭咗3球。呢個系列呢，就係關於急救箱嘅，咁佢有4個款。我欣賞個膠袋呢係幾細緻嘅，但係呢，好可惜，除咗個膠袋之外呢，其他配件都太細啦，個比例根本係非常之唔啱啊！第2球呢，同樣都係有個膠袋嘅，又係好可惜，其他配件呢做得好 hea 啊，同埋真係太細啦，個急救箱嘅大細呢就好啱啦。但係咧，放埋其他配件落去咧，大家咧就會睇到咩叫做比例唔啱啦。呢一個系列有啲小失望啊！再開咧就係4個1套嘅油罐系列扭蛋，因為咧我自己好中意做手工，尤其係咧主題嘅場景，諗住可以加落去，咁真實度咧就會高啲。不過咧扭咗4次，重複咗1個款，同埋咧原來一啲都唔迷你嘅，非常之大嚿。不過質地咧係 OK 嘅。最後呢一套扭蛋係我最中意嘅迷你食玩系列。呢套迷你食玩系列咧有4個款，裏面包括咧有啲餐具啦，同埋食物。呢款扭蛋手工相當精緻啊！開第1球先，原來裏面咧有個爐啦，欣賞呢個火咧係可以喐嘅。除咗個爐之外呢，仲有一啲食物嘅配件同埋一啲廚具啊！再開第2球，已經望到同第1球冇重複啦。呢一球扭蛋呢，就有1個2層嘅櫃，而且呢個櫃桶呢係拎得出嚟噶。配件呢，就係有一張貓貓頭型嘅燈，同埋呢就係有一啲廚具呢，有塊好細嘅砧板同把刀。真係好迷你，好得意啊！仲有呢，就係有卷保鮮紙啦，同埋一嚿超迷你嘅食物。我估應該係洋葱嚟嘅。再開嘅第3球呢，已經係重複咗啦。開埋第4球，好彩冇重複到。呢一球嘅扭蛋呢，裏面嘅配件就比較多，不過呢，同樣都係有啲食物，但係呢，同之前幾球扭蛋唔同嘅呢，就係呢一球嘅扭蛋完全冇任何台凳凳，只係得一啲食物同埋餐具廚具。呢一套呢，以貓貓為主題嘅食玩扭蛋，如果中意貓嘅，我相信應該都會好中意呢一套扭蛋啦。我抽咗5球扭蛋，裏面呢只係抽到2個唔同嘅款咋，其餘嘅全部都係重複咗啊！呢一系列嘅扭蛋呢，我自己覺得儲唔齊一套，擺埋一齊呢有啲奇怪啊。